三星下一代摺疊屏手機 Z Fold 8同 Z Flip 8，預計今年7月就推出啦。已經有好多洩漏消息，Z Fold 8設計曝光咗，最新 Z Flip 8外觀都出晒相。知名爆料人 OnLeaks 聯同 MyMobiles 分享咗 Z Flip 8渲染圖，加埋機身尺寸同內外屏規格。內摺疊主屏6.9吋，外蓋屏就4.1吋，夠大夠實用㗎。摺疊狀態尺寸85.4乘75.4乘13.2毫米，展開狀態就166.8乘75.4乘6.6毫米。渲染圖睇落，Z Flip 8外觀同 Z Flip 7極之相似，但新機略為修長、寬闊、厚實啲。不過摺疊時厚度反而比前作薄咗，呢個改進唔錯啊！機身後置雙攝像頭，突顯晒經典翻蓋造型，型仔得嚟。預計之後會有更加多規格細節爆出，包括處理器、RAM 容量同電池配置。Samsung 摺疊機每次迭代都好穩陣，設計細微優化，但唔大改。呢款 Z Flip 8外觀變化唔多，應該專注內在升級啦。摺疊更薄係亮點，日常用落舒服啲。你覺得 Z Flip 系列仲有吸引力咩？佢留言話我知啦。